你知唔知道呢一段音樂有咩用途呢？喺人來人往嘅車站，你可唔可以靠住呢一段聲音揾到車站呢？呂月明先天性視網膜病變，從小只係感受到微小嘅光源，而家50有多，已經接近完全失明。鐵路車站有引路徑，想知道成個車站嘅出入口，你同我都可能以為摸住凹凸地圖就可以揾到出路。但月明話，凹凸地圖建造商好少考慮視障人士嘅需要，好多佢嘅朋友都成日摸到界雙手指。唔搭鐵路，搭巴士又點呢？有朋友企咗個幾鐘頭都搭唔到佢要搭嘅車咯，咁我哋唯一咧就係會靠路人問嗰啲一齊搭車嘅人問點樣啊，即係好似頭先我上嚟咁樣啦，咁有位好心嘅姐姐會話俾我聽要上車啦。好多巴士站係冇引路徑，同埋就算引路徑咧，我哋都唔知佢幾多號巴士噶嘛，我哋都係靠人同人之間嘅溝通咯。雖然而家發展到有一種咧，我哋揸住個智能手機，會經過某啲地方會出聲，譬如經過萬寧啦，經過城市佢會出聲，但係始終車站咧同埋巴士咧未發展到呢一個階段咯。幾經辛苦到達餐廳，月明話視障人士平日到餐廳都唔敢問太多，通常都係選擇大路嘅食物。我哋試過一次喺中午食飯嘅時間，就去一間比較高級嘅餐廳啦。到佢埋嚟話俾我聽有咩食嘅時候，已經係下午茶噶啦。咁所以有時好無奈咯，因為我哋除咗睇唔到菜牌之外，我哋需要即係夾俾我哋啦，即係分菜㗎。我哋係睇唔到啲菜係乜嘢，同埋點樣食啊咁樣。如果我哋亂咁叉筷子出去咧，就會搞到一塌糊塗。失明人啦，嗰啲更加要受尊重啊，因為樣樣嘢咧都好似譬如你殘疾啊，或者輪椅啊，有上斜台都有㗎。咁日失明人咧係冇嘅，係完全係靠佢自己嘅。佢活喺一個咩世界度咧？係好黑暗嘅世界裏邊。咁所以諗到呢個理念咧，就想諗個方法幫嗰啲失明人士。咁諗到個咁嘅發聲嘅餐牌出嚟啦，非常好啊！簡直係即係發現新大陸咁樣咯。咁起碼即係我知道摸住點佢會噏俾我聽喎。咁我哋可以就算再思考，唔係即刻可以決定嘅，重新又去點過。咁我哋重新再去聽多幾次，咁變咗我哋選擇個領域就大咗，同埋選擇嘅嘢又會多咗咯。對我哋嚟講係非常好啊！真係。現時視障人士有超過17萬人。超過60%係70歲以上嘅長者。香港安老服務有冇足夠嘅措施照顧視障人士晚年嘅需要？基本交通同飲食之外，視障長者仲有冇其他日常嘅需要被忽略呢？